自2025年4月初1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衡量价值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路加福音14章25节到35节。一大群人甲耶稣做阵行路，耶稣活过来甲因讲：缀我诶人，若疼家己诶爸母、某囝、兄弟姊妹，甚至家己诶性命，也过疼我，袂当做我诶门徒。无举家己诶十字架来缀我诶，袂当做我诶门徒。恁中间有人想要起一个塔，减无大声坐落来，估计看有够钱通完成工程啊无？若无安尼做，伊拍地基了后，煞袂当完成工程。所有看到诶人会甲伊踢笑，讲这人有开始起，煞袂当完成。啊是有一个国王要去甲别个国王交战，伊减袂先坐落来，想看伊会当用10000个兵抵抗有2万个兵的国王啊袂？若知影袂，伊会趁迄个国王枵伫远远的时，找使者去甲伊讲和。同款，恁中间无论什么人，若无放杀家己所有的一切，袂当做我的门徒。盐真有路用，毋过若失味，要安怎互伊搁咸？失味的盐袂当落残，嘛袂当到肥，只有献杀。有耳孔通听的，就听。衡量价值。俗语讲：货比三家袂食亏。真侪人去菜市仔的时，会先去逐担比价，了后就知影什么食材要伫倒一担买，才算较会好。小大卖场也要比价，因为同款的物件伫无同的卖场售价也无一定会同款。网络购物搁较毋免讲，各大电商平台推出的优惠拢无同，势必爱先上网做一撮仔功课，才会当用上会好的介绍买到上实用的物件。对于爱付代价购买的物件，人总是期待介绍爱经济实惠 ，CP 值就爱悬，上好付出的代价哪少哪好，安尼才算搁较会好。对现代人来讲，消费无完全是为着需要，是一种得到如意的活动。相对来讲，可能付出所着带来的效益，也会影响到人消费的意愿。路加福音伫顶一段经文中讲到，耶稣伫受法利赛人邀请的宴席中，讲到一个有关上帝国的大宴会的譬喻。这个譬喻中，人面对大宴会的邀请，却用无同的借口提示，因为根据因的评价，因要做的代志，还比参加宴席还搁较重要。今仔日这段经文讲到，有真侪人对耶稣做伙行，耶稣转向这阵军队伊的人，提醒因爱先思考军队伊的代价。莫因为无有先了解和衡量必须着付出的代价，最后半途而废。拄亲像人开工建造，煞袂当完工；开工建造却袂当完工的楼仔厝，最后会变成做废弃的蠓仔馆。
建造者也诚做受取笑的对象。总是一个国家领袖若晓估算家己的实力，做出正确的判断，就当互国家免受战争，互人民享受和平。相反的，当咱决定军队耶稣，必须了解军队耶稣的意义，也会知影所需要付出的代价。耶稣呼召门徒是愿意甲赴上帝国宴席看做是上优先，甲做门徒看做是上有价值的军队者。就算要面对十字架的羞辱，也会甲伊看做是军队基督的荣耀，甘愿放下一切所有的军队主。安尼的门徒，就亲像有味、有功用、有利益的盐。若是遐个盲目军队，也是找真侪借口佚佗的人，就亲像失味的盐，敢若袂当受啖杀。咱是倒一类的军队者呢？是忠心的军队者，还是盲目的铁粉支持者？咱应当知影，伫咧讲我愿意军队主的时，意思是咱也愿意立定心志，放弃所有，放杀家己所拥有的评估权利，和过去判断价值的标准。军队耶稣毋是为着满足家己的欲望，是愿意用背十字架的心，为着耶稣付上代价。军队基督毋是掠家己的如意做优先，是用基督的心意做优先。默想，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需要付上代价，愿意放弃所有一切。什么代价会互我对这丢除袂定呢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需要付上代价，愿意放弃所有一切。什么代志会互我对这丢除袂定呢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当我讲我愿意军队主，求你帮助我下定决心。当我拄着困难，想要放弃，求你帮助我看见军队基督的价值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